续来看两块经济紧张，美国的智库提出着警告，讲中国未来5年可能会来实施着4阶段的战略来接管着台湾。其中第1阶段就是进行电子战甲封锁海空域。中国的国防部长讲到台海的问题，原来大真的，讲啥人敢甲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一定是粉身碎骨。行政院长杜英泰回应讲，两方的关系无应该愈来愈紧张，希望两方莫搁伫咧口头上互相来攻击。行政院长杜英泰甲海委会主委管碧玲登上嘉义舰见证海巡舰艇的实力。最近强军海警继续地扰乱台湾，唔拿武力也有文攻。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海峡两岸关系不应该日趋紧张，区域的和平该做出共同的努力。我们愿意做，我们也愿意等到更有看到比较希望的那一天，也就是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总统府嘛表示讲，中国会安尼讲，是因为无迄个自信，甲台湾的政府对话。我在此执行战备警示任务。为台军演才结束，两方的情势全世界拢真关心。美国企业研究社以及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提醒讲，中国有可能要开战就接管台湾，未来5年有可能实施4阶段的战略。第1阶段，封锁海空域航线，切断海底电缆进行电子战，并且用自社会公论是总统热情的言论，和北京生气。第2阶段，扩大台湾内部反美的情绪，讲台湾边的这乱是美国，不是中国造成的。所来第3阶段就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散布讲甲中国和解促成和平这个论点。第4阶段就是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和平委员会。他其实兵推有时候就是为了输但是就是想要知道说我是怎么输的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中国最重要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以和平协议作为收场。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些说法？因为现在已经到家门口了，民进党就丧权辱国啊！面对中国步步的进兵，台湾除了甲民主的盟友共伫咧阵线以外，嘛都要加强战备，抵抗军事威胁。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